好，来继续来看婚林西的东南夜市，伫县政府的辅导之下，来举办未解封的示范演练。摊商甲各级相关的行政单位拢派人来观摩。这届的演练将作为日后婚林县内夜市营运的参考。餐厅讲没法做，阮即摆这叫做七星牌7天啦，这边摆遐过来安尼7天哈。 国内增加的较真正愈来愈少，虽然有部分县市开始办理夜市的未解封，不过婚林县先伫西里镇的东南夜市办理无开放民众消费，敢若摊商阁有行政单位的示范演练。准备好了，即摆就拜托县政府看要安怎甲阮指导，互阮全婚林县27个流动摊的夜市会当生存。 婚林县长张丽生嘛讲，不管未来敢会解封，防疫会变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所以，不管是夜市或者是市场，县府拢会来辅导和协助县内所有的摊商改造电子化。它能够透过无纸化、透过交易电子化来提升我们整个的这个交易行为，甚至避免接触的间接感染。三级的警戒，和社会大众的生活拢受到影响。不过嘛，互人看到新的可能，阁有新的消费方式。